虎尾寮污水处理厂本来就有一个旧厂，它的处理水量大概是12000吨左右。那目前来讲呢，随着我们台南市东区那一边跟永康路那一边的一些污水慢慢收集进来，水量有点不够处理，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扩建污水厂成为必须的事情。最主要是因为为了改善整个三连溪的水质啦啊。那我们知道整个三连溪整治完以后，第一个它已经在沿线都不会淹水啊，但是水质的部分我们要一并改善了啊。所以我们就特地跟环境部来争取经费，来改善整个三连溪的水质。94年的时候，当时呢就是台南市、台南县跟高雄县一起呢签署了一个二人溪整治的愿景。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当时的环保署、现在的环境部，其实我们投入了很多资源来做这个整治。前几年呢，甚至呢在二人溪的出海口都可以捕到呢鳗苗。这一次呢，二人溪的支流呢，就是三爷公溪这边的这个改善包括虎尾寮扩增它的处理的量能，以及呢把上游的污水截流到虎尾寮来处理。那这个呢，对这整个地区的水质的改善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三爷公溪呢，也可以从严重污染脱离。整个污水的一个处理，从这一边把水抽起来。它本来在地下水那个下水道管道系统里面，把它扬升到地面上来。接下来经过了这个地方来讲是除臭系统，3是沉淀池，把一些污水里面的一个比较颗粒状的一个东西沉降下来之后，比较澄清的水进入到第4，溶解在水里面的有机物质，我们利用生物处理的一个方式，利用厌氧跟耗氧曝气的一个方式，我们的一个水质呢，能够把它降到我们符合放流水标准。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三爷溪上游排水截流暨虎尾寮水资源回收中心正式启用。我们跟环境部合作，尤其环境部非常帮忙，对于我们东区的三爷溪上游的截流，还有这个水资源回收中心，能够挹注大笔经费，让我们可以把三爷溪的上游开始，一方面能够截流，一方面能够让水质更净化，那可以让台南市的河川，这改善水质改善更进一大步。大家知道三爷溪的上游很多的部分都是这个家庭废水、民生废水所造成的，但我们一方面是努力希望能够接管。那接管的部分当然牵涉到由政府机关开始，跟民间机关一起来同步并行。另外一方面经过接管之后，这个进入下水道的这些污水就能够经过净化从过去1.2万吨变成2.7万吨，那能够排放这个1万吨的干净的水，那这样子对于三爷溪的水质净化有很大的帮助。油米、豆菜、虾仁、一碗大米，就安尼出现伫永康国小的中昼顿当中，还佫有沙巴鱼汤含冬瓜茶，学生食甲相当美味。沙巴鱼汤很好喝，担子面它也是很好吃的，有虱目鱼，还有很多的菜色。教育局配合台南市百推出台南小食周。各校拢会当食到无同的料理，亲像是拍糯米、碰饼、麻香炒卵、米糕等等，互学生伫校园内底，就会当食到多元丰富的台南美食。而且那是党料因为我们学校的午餐呢，其实上一餐绝对是保证一定是50块。那学校呢，因为是中央厨房。所以透过规模经济呢，就可以煮出呢，你们想也想不到，这处理可能最少一半100块以上。菜单设计方面，营养师嘛开了不少功夫，唔但爱结合中昼顿食材、主题海报兼创作影片，互学生轻松学习饮食知识，享用家乡味，还佫爱兼顾餐食健康。这样搭配起来的营养量大概是720卡左右。符合我们教育部的规定的营养基准量，
那也可以让我们台南的小吃健康的吃。台南好食做美食之都，每一道小食的背后包含传统民俗甲人文风情。透过活动跟网格影片，让学生为传统美食来认识台南。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岛顶的每一道佳肴，拢是国华友爱商圈坐景名店招牌美食。外地游客若想要全部拢食到，可能需要浪费规工的时间。为了让国人大众一届食到全部美食，同时宣传台南的观光，国华友爱街区商圈发展协会特别邀请南关线名厨阿洪彩的团队来负责整体作业，集结了商圈内美食店家，将伫咧9月29举办国华庆丰宴，名单来出菜美食盛宴。双王宴主要是我们就是用国华友爱街区商圈里面的业者。我感觉做相关的做理事长的任务，就是甲相关的业者，互有机会曝光，会当带动着因的生意，所以讲今仔日食满，大概会当食40几道菜，这拢是咱相关内底的业者，不足的部分，咱就扩及到整个国华街，因为国华街头尾应该店家凊彩找可能100间美食小吃拢有让代表国华街的美食小吃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我们其实一开始我们是学习台北的那个宁夏夜市，也有一个宁夏夜市千岁宴，他们今年刚好办第13年人有办对总统府啦、立法院啦，也是国父纪念馆台北101，那我们是今年办。我们要打造就是说，北有宁夏千岁宴，南有国华双王宴。庆丰宴不只会当食到国华友爱商圈的经典美食，还佫为每一位参与者准备伴手礼、抽奖活动等。上大奖是电动机车1台，这么好康，居然市长黄伟哲也想要订到。一说8000，然后每个人送价值500块的伴手礼，那10个人就5000了，完全不惜血本的这个是这个。此时不来，更待何时？那市长明天先定10桌，好不好？今天就定了，不要明天定了。国华友爱街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戴永明表示，碍于场地限制，全部倒数只有36道，名额有限，欢迎各人大众把握机会报名，做伙来台南吃美食、抽机车。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由立委林俊宪甲台南市新来台湾自由会合作。发起的观众爱心文旦的活动，12号上午伫安南区公所头前来举办第3波的观众，包括立委林俊宪、议员邱兆胜、黄丽娇、蔡丽青，甲媒介公益团体、农友拢共同出席，总共领过600箱的文旦，要捐予公益团体。爱心捐赠游来到安南区，我特别感谢到在地的区兆成议员、蔡丽青议员、甲黄丽娇议员，阮做伙以及联合其他有9个慈善团体，准备来赠送拢总600箱的油互更较侪家庭，互更较侪人，大家当共同欢欢喜喜来过中秋。同时嘛，等于做一个平台，迅速搁斗骹手帮忙着咱的游农。会当互台南这是咱将特殊、咱在地上好食这个毛豆文旦会当去共同做伙来推广，嘛散布着更较侪爱心到更较侪所在。伫第3波的安南区爱心文旦捐赠的活动，总共有保生慈善会、台南市东滨爱心会、自闭症关怀协会、脑性麻痹之友协会等团体收赠。立委林俊宪表示，未来嘛将举办更较侪爱心活动，希望有更较侪人来参与，持续为社会来送爱心。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台南邮局携手台湾邮政协会，12号伫新光邮局举办中秋由我来相伴，家园人员乐无穷活动，准备了向真祝福文旦礼盒仔，安排邮局同仁送到辖区内多吉长辈手中，互因伫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感受到来自社会关爱甲陪伴。
中秋节是大家团圆的日子，可是我们知道社会还是有一些独居的长者，甚至于是孤儿之类的。那邮政公司一直以来都是很关怀社会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一次呢，趁着这个中秋节，特别办了一个中秋有我在，家园人员大家团圆的一个活动。我们准备了一些文旦，还有一些礼物，那给关怀台南市的独居长者，总共有198位。那我们希望呢，创造他们安定的心理，让他们觉得社会有关怀他们。那社会安定，我们国家才会安定。所以这是我们邮政公司对社会的一点小小的贡献。那希望呢，大家这个中秋节都过得很快乐。台南邮局表示，台湾社会中有23.365岁以上的长者是独居生活。对着长者来讲，伫团圆的节日，孤独感更加强烈。因此，邮局活轻同仁伫工作当中，嘛抽时间探望这独居长者，就算讲是简单的问好，嘛会当为因带来一份温暖，缓解因强烈孤独感。台南邮局也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让每一位独居长辈感受到社会关怀。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台南市一名70岁的阿嬷，因为不时脚痛遐痛，一直听甲影响着困眠，才来就医。虽然一开始看中医治疗，当时嘛转到风湿免疫科来检查，后来证实是得到纤维肌痛症，也就是俗称的公主病或者是痛痛症。为什么纤维肌痛症被大众所称为痛痛病、公主病？痛痛病最主要是因为患者他有全身性的疼痛，他可能会跟周围的亲友一下说头痛，那一下子说肩膀痛，一下子说膝盖痛，然后一下子说腰痛，所以俗称为痛痛病。那公主病的原因是因为患者可能看起来外观都很好，所以比如说亲友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刚开始1、2次疼痛你会觉得很正常，但后来他可能会影响到工作，因为他时常请假，或者是说跟你说我就不去上课，不去工作。那因为我哪边痛，这边痛，那边也痛。但是你也会问他说，那你是什么疾病？他因为病因都不清楚，好，所以我们其他的这个公主病是大众给这些患者所算是一个俗称呐。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中医科的医师刘慧瑜表示，纤维肌痛症是一种慢性、广泛性的痛痛。时常伴随着疲劳、困眠的障碍，伫中医的病症属于痹症，后来经过针药的治疗，才互痛痛来减缓。每一个患者来，我们中医的强项就是望闻问切，好，然后根据患者的体质。好，然后还有他的当时候的疾病的属性，那加以辨证论治来做治疗。那针灸的部分的话，如果说患者有疼痛的话，其实因为中医来讲的话，纤维肌痛症是属于痹症嘛，痹症就是气血运行不畅，任何原因都可能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比如说病毒感染过、外伤或者是说情志的压力，都可能让患者会有一个气血运行不畅的部分，然后就会产生疼痛。那中医常讲不通则痛，不溶则痛，那大概讲的就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们就是利用针灸、利用中药去疏通它的经络，好，然后达到患者止痛的效果。这样。阿嬷伫经过2个月针药合并的治疗，不但痛痛的程度减半，而且发作的状况嘛对2天1改，延缓到1礼拜1改。医师表示，虽然纤维肌痛症病因不明，而且嘛无法度来根治，徛伫个中西医的立场。只会用个减痛甲缓解。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8月播出的《听海勇》，短短5集内，以台湾人的视角呈现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延续热潮，剧组在台史博推出特展，吸引不少剧迷来欣赏。有很多人说是今年最棒的台剧，但我觉得根本就是
有史以来最棒。就看了这个戏剧之后，就会再更深体会到其实人性的部分。展览仿佛让剧迷穿越时空，回到二战历史现场，感受反思台湾人在战争情境下复杂的心路历程。饰演星海三兄弟的演员吴汉霖、黄冠志和朱佑成，在特展开幕第一天就来逛，许多拍戏的回忆涌上心头。稍微有看了一下，我有看到那个领事太太的那本小册子，那是她的小本子，这种感觉很奇妙，就明明一直都是握在我手中的小道具，就突然被钉在博物馆的柜子上面。刚刚有看到那个水泥巨轮，有没有？对不对？它就在旁边而已，那个也是让我印象超深刻。它其实那道具做得很仔细，它在剧中的设定，我没记错，好像是说它是2吨，但是它真的道具做起来里面是空心的，好像只有20公斤而已。就在那边。印象很深刻的道具就是卡拉梅鲁牛奶糖，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对听海勇的最一开始到结束，它也是我们三兄弟一个很重要的协调剂。剧中的许多道具都搬来这里，同时配合台史博的馆藏历史资料，采双主轴模式，分成3个单元，讲述二战时期下日本殖民台湾以及台湾人被动员背景，也进一步诉说台籍战俘监视员的故事。在中战到现在79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一段的历史它很值得去探讨，也可以触动国人的省思，让大家能够重新回到那个时候的历史现场，重新体会一下那个时候的台湾人的这个战争经验。从戏剧延伸至现实历史脉络，透过跨界合作，让这段历史有机会给更多人认识，开启公共讨论的机会。记者收怀谈的报道。揭开红布条，象征县光二村眷村文化园区的修复馆舍正式对外开放。桃园市桂山区县光二村作为全台唯一全区保留的宪兵眷村，园区修复多年的第一期旧馆社群终于在近日完工。桃园市府文化局也在6号举行开馆典礼，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特地来到现场参访。新馆舍不仅设有展览介绍宪兵工作以及县光二村的历史和生活故事，还有文创商店、教育空间可以逛，让他称赞不已。不止承诺会继续来完成23期馆舍修复工程，也预告之后园区将成为地景艺术节的主展区，欢迎大家到时前来走走逛逛，认识眷村。我们都知道陆海空或是联勤都有他们的眷村，县光二村是给我们宪兵同志的眷村。今天开馆哈，特别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们已经有一个馆舍，已经做了常设性的当时眷村的很多史料的这个展示。我想所有喜欢眷村文化的朋友到这边来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展示的内容，让他们了解当年县光二村在我们桃园，在我们国家整个眷村里面扮演的历史意义。另外呢，我们文化局也办了很多活动，像是我们现在正要开展的我们地景艺术节，最近非常火红的这个飞吉拉就在我们县光二村。我们希望结合我们桃园很多的活动，尽量利用县光二村的场地，把它跟我们桃园很多活动结合起来，让很多我们桃园的居民，甚至全国的居民，能够透过活动也到县光二村来感受一下当年眷村的这些文化。所有的这个全区的眷舍哈，我们只复原了一部分，我们还有一段时间了，会把其他的眷舍也都复原起来。曾经住过县光二村的朋友，在这边恭喜他们，他们又多了一个可以回味的地方。当天现场，许多国军宪兵弟兄和原眷户家属都特地前来共襄盛举，甚至有103岁的原眷户老兵也坐着轮椅和儿子一同前来见证历史性的一刻。而他的儿子陈万荣，同时也曾担任县光二村自治会长，对这次修复的馆舍赞誉有加，保留原始风貌，同时也引入了创新元素，带民众看见眷村特色。而他也期盼市府能加快行动，早日完成全村修复。从民国63年就居住在我们的县光二村。好，那现在当然眷村在我担任自治会会长期间，将眷村完整的办理相关的改建，也很感谢桃园市政府保留我们县光二村的所有的原貌，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个改建作为，那结合了地方的
创生还有文创的一些产业。除了保有原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设施，然后也将以前的旧有的眷村的风貌，完完全全保留下来，只是它变成一个新的一个建筑物，让大家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感受，这是我最开心也最高兴。这个未来的2期、3期的工程能做一个加速的一个完成，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真正以前老人家他们回到这个家的一个感觉，那是真的最好。最棒。另外，搬到附近国来的几位原眷户妈妈也回来县光2村逛逛，看定市府对环境修缮与改造的用心，也到商店捧场吃面聊天话家常，仿佛又回到过往眷村生活。打通一条这样长长，你去看的话，这样，就是蛮方便。是不是以前其实你们小孩子好像也都这样子？对啊，那都好几间，人家都整条这样的，看着我这样看着真的很舒服哦。眷村以前没有面店，有百货店，糖果啦，卖糖果，方便面。应该会有，很多人来逛，那你觉得园区好吗？好，你种得很好，这回弄得很好，很棒，很干又干净。我发现他们弄得还不错，该用的哈，他们都有想到，这就很好。有以前，对，尤其他把它全部弄成一排，有没有？弄那个展览，我发现是很好，因为什么？就不要一家一家去走。因应开心馆新站，县光2村在这周末将举办文子电影院和导览活动。文化局也鼓励市民朋友多多来参与，认识和欣赏眷村的往日风华。记者林条报道。2年一度的2024新北严选获奖名单出炉，共有45项特色商品、40家美食名店及19项新北茶点。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日除了出席颁奖并鼓励获奖业者外，也化身成为最佳推销员，走下舞台到各个业者桌前协助推销各家特色商品，寻求民众支持。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涵盖多元文化及产业，透过打造专属品牌新北严选，让全台湾看见新北好味道，为产业创造商机。也欢迎大家到新北品尝特色美食，购买特色伴手礼，与亲朋好友分享。它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的地方，当然产生的文化、产生的美食、产生的商品、产生了很多农产品，它是一种多元。展现的是一个新北市的韧性诚信。新北市政府有责任结合大家，要把好的商品、好的产品以及好的茶点，今年特别规划出来的茶点，荷花干小口兰专台湾，甚至世界。所以新北严选2年1办，把新北市最特色的商品、美食。新上任的新北市经发局长盛小荣表示，新北市政府2年办了一次新北严选活动，推广新北在地优质店家及特色伴手礼。今年特别开放民众担任评审之一，与经发局共同票选，从700多个店家中选出104家特色店家。新北严选我们每2年会举办一次，那今年呢有700多家的这个厂家来跟我们申请。那么我们今年很特别，我们也有开放给民众，就是说他愿意来当评审，然后我们抽出20名，再加上我们原本的专家学者，那么共同的去把它评比出来。那从700多家来评比出104家，那分为我们有新北的特色商品，还有美食名店，还有新北好茶3个项目。今年特色商品的入围业者相当多元，包括历年多次入围的古方茶叶有限公司，采用三峡碧螺春绿茶具备清新爽口的特点，开发出爆米香碧螺春绿茶。业者表示，无论是米或者是茶叶，都是使用台湾在地食材，并特别设计1口酥的尺寸，让大人小孩都能轻松食用。我们这一次使用的是新北市三峡区白鸡山的碧螺春绿茶
茶，我们的茶叶全部都是使用手工采摘的。那我们的爆米香呢的米，我们是使用台湾的蓬莱米，茶叶跟米我们都是使用台湾在地的食材。那我们的茶叶呢是使用手工采摘的，那研磨之后，我们融入到米香里面，可以完完全全吃得到碧螺春茶叶的一些特殊的香气，跟一般使用茶叶的下脚料下去研磨的味道是完全的不一样。这个爆米香呢，我们是使用一口酥，所以即使大人小孩他也不用因为说你容量太大，然后你吃不完，开一次就是吃不完，会很容易浪费或者是软掉的这个现象。然后大人小孩其实如果说在下午茶的点心都很适合带来这里使用。新北市经发局长盛小荣也在会后表示，新北市是全国工商业重镇，拥有成熟的产业聚落和多元特色商圈及市集。未来他将全力以赴打造地方特色商圈及市集，为新北产业注入新量能，共创商机及活络庶民经济。在我们新北市有超过30万家的工厂、公司行号，那是我们全国最大的，所以我们新北市是我们的工商大市。那在经发局这边的话，我们要去协助企业来发展我们的一个产业部分以外，那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个特色商圈跟我们的市集，所以庶民经济也是侯市长非常注重的。那经发局当然要肩负起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还有庶民经济的一个部分，来落实侯市长的安居乐业的政策目标。新北市积极帮助在地业者扩展市场，将新北好商品、好味道推广至全台。本次获选名单可至新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网站或上活动官网查询。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在咱众神的主前举行修立门生仪式。画面上是雷城坛的道士拜师典礼，入门弟子林怡轩向李悟己道长正式拜师学习。隆重的拜师仪式，特别邀请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市议员宋伟立、民政处长张渊祥、文化观光局副局长郑鼎清跟中山区区长徐雅文等贵宾一起来见证。期许在年轻世代的投入下，让道教科仪文化永续流传。我会看他说，这个有没有这个师生的那种有缘分，然后再来就是说看他的生辰八字对这种宗教有没有那个缘分有缘分就收来为名下这样子，这么只要看缘分的。因为我本身自己就是有在诵经，那都是学佛法这边的方面。那偶然间在电视上看到，就是在介绍一些道教的文化。那一直以来就是想说，道教是一个很深奥，然后不好进入的一个领域。那刚好也是一个因缘机会下，跟李老师这边来认识。那认识了之后，跟李老师这边一接触过后，发现道教的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同，很多的专业在。今天这个门下刚好这个就看着择个吉时良日。给那多探见时阵，刚好市政府副市长啦、处长他们区长都觉得蛮疼爱小弟我就是说他们邀请他们，也没有义不容辞，马上就来参与说要参加这个观礼的仪式。我第一次见证这样的仪式，那我必须要对雷城坛的道长们非常感谢，在中元祭这段时间。完全看到他们的身影，到今天为止，我们一切风平浪静，都非常的顺利。再一次谢谢雷城坛，可以让基隆一切平顺，一切平和，让我们人心祥和。那也希望学生们更努力，可以接棒，代代相传。基隆市的道教由伊的这个李天龙道长担任着道教会的理事长，现在由咱李木基道长来担任着道教会理事长。徛在市政府的立场，非常感谢咱雷城坛两位李道长对基隆市道教以及相关文化科仪的传承。多年来，雷城坛协助主持基隆中元祭的各项科仪，也肩负起传承道教文化的使命，期盼在年轻世代的学习与传承下，让基隆的良善风俗跟道教科仪文化发扬光大，永续流传。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